伫个家己一间旧感觉的宿舍，因为无伫个使用啊，即马搁整修，搁再利用，有用来做表演的，嘛有用来办展览的。即马这个空间重新搁再利用，年底准备要来办台湾设计展览。伫老宿舍内底，民众当咧体验木造的课程，家己旧家边仔的宿舍住落，经过3年，会当利用的空间已经修好，环境变了真无共。啊，无迄阵也无整理，逐间都是要倒要害。安尼对阮遮吼，阮遮大概莫讲啥，阮一只大吼，水准嘛提悬。啊，阮遮老人嘛，加足有通啊运动的，逐项拢加足好势。这个住落当初是有8外户，到呾即阵10外户，搁住伫遮。目前修好的一寡宿舍，除了正做工作室，也配合家己饲木刀的计划，培养相关的人才。那未来实验牧场会继续推动了人才培育。那我们也已经在过去2年把人才培育的这些人，已经转移到我们市区修缮的暗场的现场。那所以有需求、有工作、有人才，那这个是我们下个阶段推动的一个重点。21日时，家己市政府伫遮举办完工下图的仪式。下个月就是台湾设计展，市政府表示，旧家是即届主要展览场馆之一，希望边仔拄完工的宿舍住落，会当替设计展带来丰富的内容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